大家好，我係安東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討論一下布萊士、帕斯卡同埋大氣壓力。1623年6月19日，布萊士、帕斯卡喺法國出生。佢嘅智商超過190，係17世紀法國兼具數學、物理、哲學與神學才華嘅天才。佢10幾歲就開始撰寫科學著作，展露驚人天賦，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嘅學者之一。19歲時，為協助父親處理帳目，帕斯卡發明全世界第一部機械計算機，開啟計算工具革新之路。後世高級程式語言 Pascal 就係以佢命名。之後，佢繼續鑽研概率論，為解決賭博計算問題建立相關理論，成為現代金錢金融領域嘅重要基礎，讓華爾街巨頭得益不少。物理學領域方面，帕斯卡深入研究大氣壓力實驗，佢堅信真空嘅存在。這一個觀點同主張我思故我在嘅笛卡爾產生分歧。笛卡爾仲寫信俾佢，嘲諷佢腦袋有太多真空。1年後，帕斯卡證實大氣壓力隨海拔升高而降低，推斷大氣層外為真空。笛卡爾卻自吹早已鼓勵佢研究，態度前後矛盾。晚年，帕斯卡飽受病痛折磨，開始探討人生本質。佢提出帕斯卡賭注，既承認人嘅渺小，又高過思想嘅尊嚴。他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先驅，同盧梭、柏格森係同門。佢哋嘅思想重視啟示與直覺，以感性袒露內心，充滿詩意。佢哋不重視笛卡爾嘅理性分析。數學上，他提出著名嘅帕斯卡定理。為紀念佢嘅貢獻，壓力國際單位被定名為帕斯卡。1662年8月19日，帕斯卡病逝。佢留下人係有思想嘅蘆葦等名言，道眾人類有限，卻因思想偉大嘅本質，影響後世至今。